本日独家报道，要来关心现主时，大家愈来愈注重环保的话题。一寡电动车、电动奥多摆嘛愈来愈多，一寡停车场内底嘛有提供充电站。所有赛车的人要来充电，发觉讲充电站不管时拢有一般的车停伫遐，互真正需要的人煞无法度用。环保局嘛讲，即嘛法律无规定电动车有专用的停车位，敢若会当好声好势来考劝，若是对方唔听嘛无违法。 民众驶电动车来到停车场，想要替车充电，毋过斟酌甲看，停伫电动充电车位内底，拢毋是电动车，互车主感觉实在是有够罕。这个充电车格都被一般车可以占去了。毋那安尼，毋管是来到百货公司，还是市政府的地下停车场，拢会当看到充电站和普通轿车占去的情形。环保受到重视，愈来愈侪人买电动机车甲电动车，毋过电动车的充电甲停车的配套，民众拢讲爱去改进。 确实是这样啊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他停车格没有办法正确去使用到，然后真正需要用到的人，他没有办法用到嘛。当然是尽量希望还是有可以让出空间会比较好，停车的时候可以管控一下。其实台中市公家的停车场目前敢若41个，拢总有152支充电条啊，预计3年了后会增加到176支。不过充电站防占去的情形，目前嘛无法规会当发，敢若会当用可坑的。 交通局准备来提案来修正地摊自治条例，让电动车为专用车格。那之后就可以依停车场法第32条来针对占用者处罚600到1200元的罚款。市政府交通局讲，针对这款的情形，目前敢若会当提醒无法度强制，未来会提案修改，希望甲电动车充电车价规定做专用车价。若是黑白停，就会开罚单，互电动车车主的权益更较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